街市宋江镇，街市镇两边抽烟。哦，有小朋友。哦，4点多了呢，还没有举行祭典仪式哦。我们一路绕进出来到这里，4点多了还没有举行祭典仪式。祭典会在这个水旁边那边舞台桌子，以前都要请示祭典，神教都要入室，主要是请水的仪式。